同小三李智賢有料短信足本睇，李炳憲話：我想食咗你。李炳憲呢幾個月同老婆李敏婷孖住去美國開工，擺明避世。但佢單50億桃色勒索案，忽然喺結案前又有新嘢爆喎。今日有韓國傳媒圖文並茂公開李炳憲同小三李智賢嘅有料短信內容。Well， 李生喺第一次飯局就好冧李智賢，仲主動俾電話號碼人，又想抄牌，但俾李智賢拒絕咗。最後李生連通訊 app 都唔放過，終於揾到人。識咗唔夠2日，李炳憲就主動撩人啦。晚餐 menu 係乜？你想呢？你？李炳憲跟住又話：我哋聽日度過浪漫時光啊！唔知呢，而家仲拍緊嘢喎。點解唔得？你會好好咁揀嘅。到咗7月31號，李炳憲同李智賢仲有多刀戲第3次見面。我哋聽日見面啦，要好浪漫噶。我爸到時睇下啦。要好好表現啊！未見面之前，李智賢問佢：我爸嘅腦諗緊乜啊？我腦入邊，明天你浪漫成功。點樣成功？想浪漫成功？知唔知我今個禮拜日生日啊？咁聽日一齊慶祝啦！最後李生真係為李智賢慶祝生日，仲送咗唔少名牌、化妝品，仲有紅酒俾壽星女添啊！見完面之後，李生似乎驚關係曝光喎，佢叫李智賢要守住秘密啊！唔使擔心。到咗8月14號，佢又想去李智賢屋企。今日有朋友喺度？係啊。聽日幾時得啊？今日要去補習啊。朋友幾時唔返啊？哇！李生之前上庭仲懶誠懇鞠晒躬道歉，又係做戲㗎。咁佢公司循例又話短信係流嘅。Well， 都係嗰句啦，若要人不知，唔好太低 B 咯。